英泥貓、斷腳貓、穿窿貓，一單接一單嘅虐貓案。可能想整死佢，就係因為你唔想佢喺你眼前出現。大家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即係唔需要一定要去到咁激進嘅行為咯。貓本身唔中意曝光，而且動作靈敏，但係依然逃唔過有心虐待佢哋嘅人。即係可能你攞兜嘢食嚟引到佢過嚟，佢就過嚟噶啦。然後假如你係立心不良，你可以打佢噶啦。政府處理流浪貓狗嘅方法亦都引起爭議。喺漁護署捉到嘅流浪貓狗裏面，每年獲得安排領養嘅唔夠1000，但係被人道毀滅嘅就有過萬隻。我唔認為咧，即係人類啦，係有一個叫做決定權啦，可以操控一啲流浪貓狗嘅生死咯。其實我哋自己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我哋要解決流浪貓狗，好似正如我所講咧，我哋其實亦都做一個最困難嘅一個抉擇，就係要人道毀滅呢啲咁嘅動物。歡迎收睇時事追擊。近期接連有虐貓嘅案件發生，雖然警方上個月成功將氣槍虐貓嘅疑犯捉咗，但係之後咧同類案件又好快重演。尊重生命、愛護動物被視為文明社會嘅基本條件。究竟香港喺保護動物嘅工作上做咗啲乜嘢呢？而香港虐畜嘅情況又有幾嚴重呢？佢個名好簡單，就咁叫做貓貓。5月中俾羅太發現喺屯門嘅街頭流浪，嗰陣時貓貓嘅右腳俾幾十磅魚絲纏住而嚴重受傷。經過診斷之後，相信傷勢係人為造成。最初獸醫都擔心貓貓可能會跛，好彩復原進度良好，佢應該可以行得返。做咩啊？而家貓貓要日日洗傷口，留醫2個幾月先至可以出院。之後羅太會視乎情況安排佢被領養或者原地放回。因為你夾硬俾佢去新嘅環境咧，可能佢會好緊張啊，唔食嘢啊，或者個領養者亦都未必 handle 得到，你個主人亦都 take care 唔到佢嘅。咁我哋會有機會考慮即係放翻佢原地咯。例如姐妹，羅太係一個動物組織嘅義工，佢屋企亦都接收咗50幾隻流浪貓狗，當中有曾經受過虐待嘅，就好似妹妹咁，佢俾前主人韞喺天台日曬雨淋，而導致永久失明。我當而家有人好有誠意去領養佢，咁萬一佢一段時間之後佢發覺佢哇原來嘅大小二便又要去專人服侍佢啊，咁你各樣嘢都可能論盡嘅時候，咁如果佢再唔要佢嘅時候，佢送翻俾我哋就好。如果唔送翻俾我哋，佢或者劈俾第二個啊，又或者放翻出街咧，咁我哋反而會擔心呢啲嘢咯。住喺屯門嘅羅太，自從8年之前養咗第一隻貓之後，就越嚟越中意動物。羅太屋企養嘅貓狗全部都係執返嚟㗎，照顧佢哋應用咗大部分時間。我都冇諗過值唔值得呢樣嘢。我攞咗佢返嚟，咪就當佢都係小朋友咁，即係咁你好似你生一個仔女，你都要俾時間去陪佢啦。除咗照顧屋企嘅貓狗，羅太每日都會出去餵同區嘅流浪貓狗，一日要走20-30個地點。佢喺4年前仲放棄咗自己嘅室內設計事業，犧牲陪屋企人嘅時間，一心一意照顧動物。佢話而家1個月用喺流浪動物身上，狗糧、貓糧、醫療支出達到3-4萬蚊，大部分都係嚟自有心人嘅捐款。我哋餵嗰啲呢，全部都好似隻豬咁㗎，我哋好飽嘅食到。做咩啊，烏仔？對於羅太嚟講，遺棄貓狗其實都係虐畜行為嘅一種。佢話呢度嘅狗係以前貨倉同埋車場工人嚟做嘢嘅時候執返嚟養嘅，但係搬走嘅時候就冇將佢哋帶走。佢話呢啲遺棄狗嘅情況好普遍。虐唔虐待呢啲就見仁見智啦，即係我覺得佢哋唔負責任咯。好多貨倉養狗都係咁噶啦，一自己又唔做啦，或者個貨倉一結業啦，就留低噶啦。羅太唔忍心佢哋捱餓，就開始嚟餵佢哋啦。烏仔返嚟食飯啦，嚟
我哋初嚟嘅時候啊，佢哋得棚骨，全部一條條肋骨啊，得個殼啊，降起晒㗎。而家呢度啲狗狗咧就全部捉晒結紮咯，得呢兩隻，呢隻係新嚟嘅。羅太話：佢啱啱嚟嘅時候，呢啲狗全部都未絕育，不停咁生 BB， 變相大狗細狗都唔夠食，而且附近有工人嫌啲狗太多，就一袋袋狗仔運到山邊抌咗佢。於是羅太就逐隻帶佢哋去絕育，然後放返嚟佢哋原來生活嘅位置。嗱，因為佢本身已經喺度適應咗啦，你冇乜必要話一下子要捉佢去第二度㗎。咁況且去第二度佢都未必習慣啦。嗱，呢啲街市咧，我哋會擺低啲貓糧俾佢咯。羅太話：有時有啲街坊唔中意佢餵貓，因為認為佢餵貓會令到啲貓聚集。訪問當日，羅太亦都遇到一班反對佢餵貓嘅地盤工人。咁有愛心嘅咧，你捉佢翻屋企養。好似啲狗屎咁最簡單㗎啦，通街都我哋本都係貓屎。冇錯啦，細菌又多，你話係咪第一個就係嗰啲屎？因為有好多貓佢本身喺呢度生活開嘅話咧，其實佢都係聚集咗喺呢度。佢可能有時會去垃圾池度揾嘢食，食完嘅時候佢可能亦都會翻嚟佢哋所謂嗰個竇嗰度，咁解決唔到個問題咯。要解決問題咧，就要捉佢哋去做絕育。咪第日一捉到去閹，咪又出去閹咯。佢都唔入籠喎。總之佢真係好可憐啦，冇得食。即係最主要就係佢個主人本身嗰隻最老嗰隻貓乸係冇拎走啊嘛，就嗰隻貓乸係咁生咗咁多隻咯。講嚟講去都係主人唔負責任，所以整咗咁多流浪貓。有街坊唔中意流浪貓喺屋企附近流連，羅太認為可以理解，但係佢擔心嘅係有人會因為咁而虐待佢哋。如果佢喺你面前一棍打落隻貓度，咁你唔使講啦，你捉住佢都唔俾佢走添啦，係咪先啊？咁但係佢哋就唔，即係佢哋又唔會喺你面前做呢啲嘢咯。但係有啲係後期就當你去翻現場嘅時候，你先發覺啲貓受咗傷啊，各樣嘢啊，咁你係聯想到估到係咩人做啊？但係你有啲嘢你冇證據咯。羅太話：平日餵流浪貓嘅時候，都會盡量避免同佢哋玩或者摸佢哋，因為咁樣會令貓對人失去戒心，處境就會變得更加危險。譬如有啲貓仔啊，好純啊，唔識保護自己啊，或者有啲成貓俾人玩開啊、摸開嘅，咁嗰啲一般都唔識保護自己嘅，咁嗰啲人如果要襲擊佢啊、虐待佢嘅時候就好容易咯。根據警方嘅數字，今年上半年殘酷對待動物嘅個案有32宗。而保障貓隻權益組織群貓會喺同一時期接獲嘅虐貓個案已經有20幾宗。群貓會就認為警方嘅數字唔可以完全反映到貓隻受虐嘅實際情況。呢度係群貓會嘅貓舍，收容咗唔少被虐待過嘅貓。幹事陳玲儀 Elaine 就話：佢哋喺呢幾年處理嘅虐貓事件數字不斷增加。由最初嘅時候覺得係好難過、好憤怒，到而家有少少咁多嘅習以為常，開始有啲無奈。部分好返嘅貓仔而家就喺貓舍呢度等待領養。嚟領養嘅人都話好唔明白虐貓嘅心態。大家都係生物啫，我覺得唔需要咁殘忍對待另一種生物咯。咁即係要有個同理心咯，你感覺到佢可能俾你殘忍虐待嗰刻，佢都係唔舒服、唔開心同埋痛。唔介意食貓咧，我會群貓會義工今年2月就喺西環果欄發現樂天俾人扯斷咗條尾，當時樂天完全行唔到路，而且有失禁嘅情況。Elaine 就帶佢接受針灸治療，由最初1星期針灸1次，到而家2星期1次。樂天嘅情況亦都慢慢好轉。喂，樂天，樂天，乖，唔准我屋企知道，係啊，你最新背脊有幾針㗎嘛？係我知啊，知啊。初嚟嘅時候啦，因為馬尾蟲神經壞死，咁先後接受過2次嘅截尾手術啦。開始而家呢，針住識行啦，同埋自己可以排尿，就唔需要義工早晚去幫佢放尿咯。所以情況一路都見到佢好轉緊嘅。不過而家希望嘅就係睇下會唔會有朝一日佢唔會再 keep 住會漏尿，係啦。咁但係呢個可能都需要呢啲時間，但係演我哋預期之中好好多咯。樂天可以行得返，除咗針灸，亦都靠佢自己嘅意志。但係醫生都唔可以保證佢可以完全好返。
而玲話，一直以嚟群貓會都樂意擔當拯救、治療呢啲善後嘅角色，但係佢最希望嘅其實係可以做到零虐貓。即係呢個世界上咧，有我哋呢啲愛貓嘅人，一定都會有一啲係好唔中意動物嘅人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唔中意還唔中意，即係你唔中意就唔使一定要整到佢咁樣嘅。同埋其實你唔中意佢大家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即係唔需要一定要去到咁激進嘅行為。下一節我哋會睇下流浪動物喺社區生活所帶嚟嘅問題。